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跟我以前想的双海不一样。等等，离你远。你有劲吗？我这正难受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因为你也不是我原来以为的程小石了吧？别学我说话啊！我说话是有版权的。这样啊，你试着去替双海考虑一下，毕竟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承担结果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这人在高处不胜寒嘛。高处不胜寒。可能这就是人家成功人士的自我保护，咱段位低，理解不了。你听过这样一句话没有？世界上最大的矛盾呢，并不是对错之争，而是一个对，另外一个也没错。